咱先赶紧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家己伫昨昏暗时雨是规汤倒，中部1点钟的雨量捌超过200毫米。伫德家发生水崩山，规个土梅果是冲入去人的厝内。虽然住户有随走出来，不过厝内原底今仔日要出山亲人的遗体，就安尼待伫土地。也若第82快速道路嘉义中和交流道，因为淹水的情形真热烈，有几台车是照拢淹去。消防局出动救生艇，把掉伫内底民众救出来。不过嘛，传出伫一台车内底发现2个老大人的遗体。永雄下来土石流，甲徛街规景拢砍掉的。虽然多户人有走晒，不过坑地内面病毒也个遗体未灰搬出，拢被带伫咧内底。嘉义伫70暗落雨大雨，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中部乡市雨量超过200毫米，德家乡文芳村有10几户命体和土石流砍掉的，因为山区落大雨，可能会走山，爱调机具去里斗3工。现在还有人受困吗？有。救援人员用船甲人救出来，雨大雨后第82线嘉义县市交界永金2号桥附近，中和交流道淹水，不传讲有几多台车和大水淹甲规台车拢看袂到。消防局赶紧派救援船去事发的地点，好赶在所有人拢救出来。它水已经挺高了，当我要转的时候没得转了，嘿，1分钟过后，就开始慢慢淹起来。我们出动了多艘的这个救生船艇那在今天的救援过程当中总共救出了有18位的民众，大概有1个人的高度。车主讲，迄当阵因为看袂啥清楚，车驶过去时阵才发现水淹甲正悬，大人囡仔拢满面滚烫只骹，不过好佳在所有人拢救出来。另外，伫嘉义县新港乡也因为落大雨，水未分小套，淹甲脚头骨遮尔悬，真侪人出来家具拢浸水。几点开始降淹4点吧。大雨造成嘉义县内过半乡镇拢淹水，真侪对外的道路也拢未通。嘉义县伫11停班停课1天，为进行最后的重建，而且确保民众行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